大家好啊！今日想同大家講下荃灣嘅一棟單棟舊樓，因為我覺得呢一棟舊樓咧好值得講，所以就做咗呢條片啦。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棟樓齡有50年嘅單棟舊樓啊。佢係一棟當年發展荃灣嘅時候，睇落係好似從前嘅釘子戶啊，但係其實咧係當年荃灣嗰天換地嘅時候嘅幸存者。神奇嘅係屹立喺四周交通網絡中間，仲能夠慢慢聚集咗一個行業，成為現今少有嘅獨特風格啊！呢個係乜嘢樓宇？我而家開估。荃灣西樓角舊稱為樹頭角，最初係非原居民聚居地。1978年啊，港府選址西樓角興建地鐵荃灣線車廠及埋總站。同年5月12日宣布收回該處嘅7棟私人樓宇及埋周邊嘅寮屋，因為不滿港府賠償條件嚴苛啊，受影響嘅居民及埋商戶曾經發起持續嘅抗爭，並且同政府僵持去到1979年。期間更加爆發咗企圖拆除鐵閘嘅流血衝突。隨着1982年地鐵荃灣線通車，西樓角一帶迎嚟大變天啊！而位於荃灣西樓角路嘅昌樂大廈落成於1976年，雖然只係區內一棟單棟式嘅私人住宅，但係因為佢嘅獨特歷史背景及埋地理位置，成為咗見證荃灣新市鎮發展嘅活化石。昌樂大廈人稱為島仔或者係影人島，由於大廈四周被馬路及埋行人天橋網絡重重包圍，形成咗一個獨特嘅空間，就好似一個小島一樣，所以又被稱為島仔。亦因為時代嘅瞬息萬變呢個島仔嘅地鋪慢慢累積咗一間又一間嘅印刷鋪及埋影人店，所以又冠上咗影人島呢一個有趣嘅別名。昌樂大廈喺1976年初落成嗰陣時，當時大廈周邊仲交織住舊式嘅唐樓、工場同埋山邊嘅農田。隨後政府喺1977年至到1980年間進行收地，目的嘅係將呢一個位置興建港鐵荃灣線總站同埋車廠，所以展開大規模清拆西樓角同埋木棉下嘅樓宇同埋寮屋。但因為昌樂大廈喺1976年落成，亦因為當時呢棟大廈剛落成，所以奇蹟咁樣成為呢一次收地嘅幸存者。而昌樂大廈前身曾經係一座修車嘅工場，如今就成為被馬路、天橋、商場、巴士總站同鐵路包圍住嘅大廈，充滿住歷史痕跡嘅隱世之地。昌樂大廈共有21層，提供42個住宅單位，距離港鐵荃灣站極近，默默咁樣記錄住荃灣由戰後工業區躍升為現代化新市鎮嘅急速轉變。今日我哋唔去實測路線，我哋就去睇下昌樂大廈嘅附近環境。而家就去片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呢個頻道，可以訂閱我呢個頻道喎。大家喜歡我條片嘅話，可以俾個 like 我啊，或者想我介紹邊一個屋苑或者位置，可以留言俾我喎。我嘅資料喺網上邊同埋 AR 上邊搜尋嘅。如果資料上邊有缺漏或者錯誤嘅話，大家可以留言補充喎，等大家都可以睇到。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租或者買賣，可以電郵俾我啊。好啦，唔講咁多啦，下條片見，拜拜。